花絮在地新闻继续来看台中市连续来发生着作恶伤人的事件。台中市的警方心境是平静安，早起伫咧台中市议会，这议员改变长做日啊，去噗痛骂治安的质询的方式，这个是甲警察加油鼓励，希望会当来提升着警察的士气。也毋过台中市的人口280万，是全台湾第2大城，但是警力只有6000多人。这警察严重无够的程度，伫咧6都是排第4。这恐惊嘛是政府爱注重调整的所在。由这个事件，我肯定警察，我支持警察，警察加油！ 汉前几天啊，台中市议会议员咧批评治安，甚至提求帮质询的紧张气氛无同。透早议员为警方加油，鼓励警方继续为守护治安打拼。希望局长用力的带动整个的警察团队，好好的有作为，为咱大台中治安交通做上好的安排。 台中连续发生玛莎拉蒂拍伤大学生的事件，人力派遣公司拍伤员工，阁有乌衫人求帮卡车的事件，互警方神经线变甲真暗。不过，伫这个侦办扩大临检的时，嘛反映出台中警力无够的问题。台中市人口超过280万，是全台第2大城，不过警力干那6600多人，和台北市、新北市、高雄市相比，台中市伫6都当中排名第4。所以这部分我要拜托我们局长。 警方执法我们都支持，警方要强制执法这件事情没有人会反对，但是你人力要够。谢谢议长，我会向中央来争取。警力无够，互大位员警的负担相对拢加较大。有议员烦恼员警敢会过路，搁要落实做好健康检查，为健康来把关，才会当继续守护台中的治安。